好，来继续来看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甲赖瑞良，早起专工返去因的故乡新北市的邦桥，陪伴着罢免团体到国菜市场来扫街宣传。国民党的立委叶元之是继续徛伫个路口宣传反罢免，伊阁来抢民进党的立委是立法院头早班迄班的，结果互吴思瑶甲耍转去，讲伊阁咧硬拗啊！叶元之互点名是国民党上界危险的8个其中一个。市卡心是来讲，这反对罢免的民众，若无出门投票，安尼每一个拢真危险。家乡县的教活动，民进党立委吴思瑶、赖瑞良特别转到家乡新北市的邦桥，互相合作，甲摊商握手，甲乡亲开讲拍市场战，协助民团宣传罢免国民党立委叶元之。另外一边，叶元之嘛，顾伫路口，为透早7点外开始，一直甲上班上课乡亲拜托反罢免点外钟，边个助理也国会评鉴优良的立委为叶元之，要争取认同。双平离不偌远，塞车唔免10分钟。昨天吴思瑶不是还在攻击傅昆萁翘班吗？那今天不是都有委员会啊？吴思瑶跟赖瑞荣为什么要翘班呢？不要双标了。到现在还在硬凹。今天我是进了立法院，忙了一圈，然后赶到板桥。我没有因为要抢救自己的罢免而缺席过任何一次。双方各咧对呛，是讲包括国民党立委叶元之在内，平面媒体曝光，那也有8色有警报。包括台中1色、台东县危急，双北各有3色，其中温柔除了拿滚利优势选区对罢免投票，敢若懒以外，关系到明年9合1的选举选择的资源。如果你只是心里想着反对罢免，但却没有出门投票反对罢免的话，那当然每一位都是非常危急的。我自己也非常需要大家的抢救。我们并不会去放松，或是看清哪一个选区相对安全。是每一个罢区的罢团，他们投入的心力都是同等的，值得我们尊敬。民进党全力协助罢团的宣传，无放过任何一区。国民党是拍拼防守，要起一个防火墙。嘛讲真正会当推出无同意票，双方继续热战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